好，又到贏波攻略嘅時間，咁啊有集賽天奴同埋我肥蘇嘅，咁啊熟口熟面啦，已經睇過都好多集嘅節目啦。咁啊，大家見到今日我哋嘅背景啦，我都想錫佢一啖啊！呢個係邊個啊？迪亞高米列圖啊嘛。喂，始終佢真係年紀雖然咧有翻咁上下啦，即係都唔算年輕，但係穩定嘅射手就係射手啊！咁啊，對國際米蘭近期嘅成績咧復甦咧，佢都好有功勞噃。冇錯。即係所以你話依家 AC 米蘭就狀態咁低沉啦，國米咁強，依家真係講真挑戰祖雲達斯嘅榜首地位咧，不出呢個拿波里同埋國際米蘭，甚至係最多咪加埋拉素。不過我估拉素即係咁打落去咧，都難啲挑戰啊。係啊，咁三強鼎立之下咧，其實我又以拿波里最唔看好。都係難噶啦，咁冇得講啦。始終咧跟紅頂白啊嘛，呢個世界係咪先？實力係永遠都係即係最重要啦。咁同埋咧就軍容都係最重要嘅。喂，咁啊今日咧就即係同大家傾下大部分咧，即係都係意甲賽事啦。因為意甲咧就開快車嘅，咁就希望可以俾多啲啟示大家啦。咁啊先嚟咧就係亞特蘭大對拿波里。咁就我自己嗰日咧就我哋上個禮拜啦，記得週末啦都貼拿波里嘅。咁但係拿波里咧其實好得意啊，佢哋臨場回咗飛，咁但係都能夠輕取對手1-0。嗱，其實唔抵嘅，我覺得可以咧成場贏盤嘅，即係佢最終係走盤啦。哇，好多攻勢，淨係上半場都16-7次攻勢。冇錯。射門又中柱中內柱彈出嚟，又俾龍門狗幾個必入波啊！咁其實當場咧，你已經見到咧冇咗卡雲尼嘅情況下咧，原來呢隊拿波里咧喺主場近期都有表現噃。咁啊，相反咧，亞特蘭大啦就叫做呢班波咧就近期一般般啦，近兩場叫做唔使輸。咁啊，唯一上個禮拜咧就啱啱嗰場咧就作客就。呢隊升班馬佩斯卡拉其實就唔係好強嘅啫，佢哋都係0-0啦。咁啊，至於之前一周咧就能夠主場情況下咧2-1咧係擊敗錫耶納，咁就叫做回穩咗啲啦。咁但係亞特蘭大個實力大家都知噶啦，打嚟打去都嗰3兩個球員嘅，即係前線尤其是啦，阿根廷中鋒丹尼斯啦，即係頭槌比較好啦，比較即係叫衝刺型嘅前鋒啦。保拉尼斯係一個相對係矮仔矮我即係好誇張嘅。咁所以其實就呢班波嘅實力就唔算強，喂，咁但係你又睇唔到拿波你可以繼續連勝咧？即係當然就話就咁睇啦。你見到即係即係拿波利好似哇睇個款好似贏晒咁，但你見到出邊啦，嗱亞特蘭大初盤受讓半球啦，但係啲飛咧就不斷咁落飛係支持亞特蘭大下盤，所以見到係大家心水同埋出邊大世界咧就比較睇好亞特蘭大。點解咧？因為拿波利呢一隊波咧，哇強就唔差啦，而家聯賽排第2，但作客成績咧真係非常之曳。嗱，你話先對住卡坦尼亞贏唔到波，跟住喺歐霸賽事2場波分別俾 PSV 燕奴芬同埋迪尼堡大炒你，再輸埋俾祖雲達斯2-0。見到拿波利其實作客成績就唔係太穩，但係主隊亞特蘭大又唔係咩勁旅，今年嘅表現又係麻麻地，所以呢場波咧我反而會推介入球大。入球大係嘛？咁我呢場就我自己覺得呢場波都幾巧口嘅，即係阿集體天圖講得好啱嘅，分析得好啱。就拿波里咧相對作客係差啲。嗱，我姑且撇開佢歐霸杯當佢副選啦，係嘛？呢場波正選翻卡雲尼復出咁樣啦，但係其實都係個作客係差啲嘅。不過有一樣嘢佢哋就值得讚嘅，即係我老實講，我真係當嗰場歐霸杯我真係揞咗佢嘅。但係聯賽有樣好咧，佢哋個失波相對都少嘅，即係譬如我再和咗卡塔尼亞唔使失波啦，咁啊小勝森多利亞都叫穩手突擊偷雞啦。咁唯一係巴勒莫季初穿窿咁啊，俾佢入3球咁解嘅啫。輸俾祖雲達斯都唔係大敗啊，輸0-2。咁所以呢場波咧，其實好難講，究竟佢開唔開到大咧？嗱，我就站喺邊度好有信心，但係我自己咧就觀望，即係我自己覺得要睇睇，因為我又驚咧有陣時意甲好衰嘅，嗰啲開快車你真係信佢唔過，都唔知啲球員。因為而家大家都知啊，意甲唔同英超唔同即係唔同其他聯賽咧，你而家意甲嘅人腳緊絕啊，咁所以咧其實呢場波咧係幾慳人玩嘅。即係意甲開快車，我建議大家就注數唔好睇。係啊，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啊。不過當然啦，呢場波我就你見到出邊咧就亞特蘭大入球大勢兩球半就升到2球半，而且亞特蘭大即除咗季初第一場主場之外咧，其餘主場無論勝負都可以入波。咁加上拿波利嘅進攻能力都唔差嘅，咁嘅情況之下，我認為買大就好過你買咩上盤下盤啦。係啊，都可以試啊。咁啊，即係呢場波咧，所以大家真係小心拿波利，即係唔好一味就信名牌嘅啫。我就覺得即係告誡大家，我哋節目嘅
重點嘅用意就係咁嘅啫。冇錯。好，跟住去到卡里亞里對住錫耶納，咁啊卡里亞里啦，即係呢隊薩丁島嘅球隊，咁就近況嚟講 OK 嘅，卡里亞嗱，即係有少少咧走翻係佢哋以往嘅風格啦。小勝你嘅啫，佢又唔會大炒你，但係佢哋近期個防線做得唔錯，當然對手唔強，但係能夠作客拖連奴同埋森多利亞都能夠贏波咧，其實係唔錯嘅成績嚟噶。咁所以呢班波嚟講咧，我自己覺得咧近期嚟講咧，似乎個狀態咧係回穩咗噶。咁啊至於佢嘅對手錫耶納啦，其實大家都知啦，都係叫做主強客弱嘅情況。咁但係近期嚟講咧，麻麻地，近4場未贏過，咁就啱啱嗰場咧就叫做主場都和咗巴勒莫，咁但係之前呢，甚至主場輸俾祖雲達斯，我都唔怪佢嘅，輸係應該嘅。咁作客兩場都輸俾分別輸俾拉素同埋輸俾亞特蘭大。喂，但係近期嚟講，似乎咧呢個錫耶納而家咧就因為佢喺榜尾位置啦，所以個踢法比較進取少少。但係呢場波我會講係咩咧？水兵鬥海軍，即係你話卡里亞利比信心大唔大咧？又唔係好大。你話主場係唔係？近3場全部贏晒，但主場亦都輸過俾比斯卡拉，亦都係贏唔到亞特蘭大，甚至你話主場都輸俾羅馬0-3嘅。咁你話即係對手啊，錫耶納阿肥蘇話近期開始踢翻啲進攻嘅足球，但係我見到雖然入球係唔差。得射門次數其實講真都係即係好少達到雙位數字啊，所以呢場波我就可能同肥蘇你拗頸，我寧願要入球細。唔係，我都入球細嘅。其實我只係解釋佢點解早前就係入球大咧，就係因為佢踢進攻啲啊嘛。不過佢俾人入波多啫嘛，所以咪可以入球大咯。但係相對佢個入球能力唔高噶，即係每場波咧都係一球嘅咋。你留意到輸2-1啦，全部都輸1-2。咁啊，跟住就算主場贏波尼亞都係贏1-0啊。咁所以你話錫耶納進攻能力唔算特別強啊，近期咁我都睺入球勢，隨時真係1-0了結都未定啊！即係可能卡里亞利真係主場1-0了結都未定，同埋卡里亞利而家政策啱啊！即係喺咁嘅穩健情況下，而家都排到第10位，係嘛？佢哋加上佢主場有個島嘅威力，我都幾信佢個島威力㗎，佢都幾犀利㗎。如果係 fit 起上嚟，你都幾惡踢㗎。即係不過咧，卡里亞利咧係成個意甲入邊咧入波係最少嘅。係啊，而錫耶納喺意甲入邊咧，亦都係唯一即係四支球隊啦，5支球隊入球數字係得單位數啦。係啊，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就寧願買細嘅真係。所以細係好啲㗎，我自己都覺得。好啦，跟住呢場又究竟係大定細定係要上定要下咧？就係基爾和或者叫切和咁啊，對住呢個比斯卡拉。咁就比斯卡拉咧就升班馬啦，近況就麻麻地啦，近3場未贏過啦。咁就0-3輸俾拉素主場嘅情況下，0-1作下情況下，亦都輸俾呢個烏甸尼斯主場和亞特蘭大，咁呢啲亦都係佢正常嘅賽果啦。我又覺得咁大季初就曾經有1-2場咧表現得唔錯，曾經作客贏呢個卡里亞利，仲有主場贏過巴勒莫嘅。咁但係我諗咧就光景不復再噶啦，即係大家啲球隊開始企穩咗咧，相對咧你就惡踢咗啦。嗱呢場波都幾我自己啦，反而係對呢個基爾和有啲信心嘅。尤其是佢翻主場呢班波係確實係有啲辦法嘅，尤其是2-1贏過森多利亞啦，主場都叫和咗呢個費倫天拿。其實對住呢啲都唔太差嘅球隊咧，佢哋近期嚟講喺主場都有翻啲水準保證啦。咁甚至所以呢班波即係就算主場你話輸俾國米都係0-2輸啫。我只覺得呢班波咧，起碼主場咧係有啲把握嘅。即係其實切和喺主場輸嘅2場波都輸俾頭4名嘅。係啊，而家輸俾國米同埋拉素啊。你話其他啲波洛利啊，甚至森多利亞、科倫天拿都係唔需要輸波，甚至贏波嘅。咁啦，比斯卡拉又話無疑就近況係比季初3連敗，甚至3場俾人大炒嘅成績係進步咗唔少，但係你見佢都係例如主場對住比斯卡拉，作客對住烏甸尼斯嗰2場波，其實表現都係麻麻地嘅，即係所以呢場波我就寧願要上盤，就要主隊嘅切和。同埋再者啦，即係個陣容個人腳始終你話相比之下咧，我就覺得如果切和咧嗰個穩定性或者嗰個合作性應該會好過對方，因為個變動唔算大。相反比斯卡拉咧，佢哋領隊史杜柏今年即係佢個經驗唔係好夠，我自己都幾擔憂呢班波。咁啊，所以呢場波我自己同阿扎佩天奴都係睇好啦，主隊啦，基爾和啦，切和啦。出邊大世界
啊，初盤嘅半球咧都升到主隊切和，係讓對手比斯卡拉讓半球一球咧，一於繼續買上盤啦。好啦，跟住去到咧迪亞高米列圖效力嘅國際米蘭啦。國米近期惹人喜愛啦，尤其是我都好喜愛啦，因為我相信大家都追咗佢唔少場噶咯噃。即係當然我都係講嗰句啦，歐霸杯就唔好搞佢啦，即係又係都留住嚟踢，好識踢噶啦，係嘛？但係聯賽幾場都贏，即係聯賽咧計埋埋咧已經有5連勝喎，再加埋咧2場歐霸杯7連勝，幾犀利啊！咁啱啱嗰周咧就作客去到對住波利亞，完全冇得打，波利亞完全冇得打嘅。咁就國米亦都表現出色啦。仲有一樣咧，就真係近期有啲呼聲咧。甚至意大利媒體咧就吹捧到呢個領隊咧史達馬斯安尼，正話新摩連奴。咁其實我唔敢話去到新摩連奴呢個境地啊，但係問題就係以一個年青教頭嚟講咧，佢嘅起碼有一樣嘢，佢對比翻同城嘅 AC 米蘭阿利基尼咧得人心啲啦，起碼同埋咧佢喺利用嗰個陣容上咧，佢係花好多心思，差唔多每場你嚴格上咧，佢都唔同陣容或者唔同嘅陣式去迎合唔同嘅對手。咁你見到咧有一樣嘢係佢叻嘅地方，有少似摩連奴，佢即係可以活化咗咩咧？人哋話哇，活化啲老人家，佢真係活化咗幾個年紀大球員一樣有表現啦。譬如近期嘅金比亞素都有表現啦，嗰日仲入波添啦，甚至後防線森美爾嗰啲踢下都有翻啲表現，係嘛？咁蘭奴基亞俾人鬧到黐肺嘅，之前上一季。今年 OK 嗰日仲入波，咁其實成隊嘅國米咧已經開始咧就成翻個型啊，咁甚至一啲年輕球員咧都越嚟越有表現㗎。即係國米就成型啦，但係你話對手有森多利亞，今年就可以話係比上年差咗好多。你話上一場波主場對住卡利亞里，雖然表現就唔算太差之下，但係結果最尾都喺前鋒線啊，你話即係麥斯盧比斯等等之下咧，嗰啲埋門把握能力咧真係差啲，咁結果就輸0-1。咁再之前縱使對帕爾馬又話打少一個啊，輸2-1，呢場波撇開唔計啦。作客對住好差，主場好差羅馬贏唔到，主場對拖連尼又贏唔到，主場對石耶納都謹慎。其實你見到今年嘅森多利亞咧實力係冇上年咁強嘅，相反國米近期成績咁好，已經數埋埋係成7連勝，不如就買國際米。唔使諗啊，我一定係今日你問我最有信心，一定國際米蘭。你森多利亞季初行已經好過一段時間，就係曾經贏過升班馬佩斯卡拉，同埋一隊廢嘅米蘭係嘛 AC 米蘭。咁其實即係曾經累積過3連勝，但係近期嚟講聯賽咧6場未贏過，近4場全部輸晒。其實好簡單體現到一樣嘢啫嘛，佢作客基爾和作客帕爾馬都輸嘅，當然佢入到波1-2，但係我亦都唔即係如果佢咁嘅狀況、咁嘅狀態咧，我相信對住而家嘅國米咧，應該係輸幾球都似。你而家睇到佢陣容啦，其實有一樣嘢都難為咗佢哋嘅，即係話森多利亞始終個人腳唔算特別充裕，你話就夠檔次或者比較骨幹嘅球員，只係得3-2個球員。頭先集在天奴所介紹嘅麥斯盧比斯啦，另外巴圭嘅翼鋒球員啦，艾斯迪加列比亞。咁但係問題啊，佢就得佢2個前邊，其他球員嘅支援或者個檔次唔算特別高，咁相對嚟講就亦都有一個曾經效力過國米嘅保利啦，亦都翻咗嚟，咁但係成隊整體人腳咧真係唔及國際米蘭，所以呢場波真係好抵玩嘅。森多利亞今年最大一個問題咧，就近5場波有3場波都有紅牌嘅，即係表示佢因為打法上係有少少太衝動，太多犯規嘅問題，所以你話可能真係或者森多利亞如果冇紅牌之下咧，成績未必有依家咁差，可能對住帕爾馬對住拿波利嗰2場可能都和波唔使輸。第二咁但係狀態都仍然係我認為認真麻麻嘅。咁國米成績咁好，狀態咁好，一於就買上盤國際米蘭。上盤啦，我真係今日咧成日你問我最有信心，真係呢一場啊！即係同埋而家唔係有一樣嘢咧，你以盤嘅角度啦，就算我諗啊，盤王傑都贊成就係你幾時見過及係好似上一仗啦，對住波尼嘅國米係讓平半嘅作客，主場呢場都唔係讓得過分啦，讓一球係嘛？冇錯，你夠 AC 米蘭對熱拿嘅讓球半過分，係咪先？所以呢場係抵玩嘅，我自己覺得啊。咁啊，跟住睇下呢一場就開唔開到上盤俾大家啦。嗱，祖雲達斯咧對住博洛尼亞，祖雲達斯咧算係咁噶啦。雖然咧就歐聯就滑鐵盧地1-1和咗洛斯殘特，但係咧啱啱嗰周咧亦都係
不負眾望，就對住卡塔尼亞呢1-0小勝對手。其實作客能夠贏卡塔尼亞都一個唔錯嘅成績啦。再者嗰場波呢，其實會有攻守呢都相當激烈嘅。咁甚至當然有人會認為，喂，祖雲達斯係咪憑一啲少少球證嘅幫忙呢？咁但係我又唔敢講啊，因為嗰場波其實呢就相對嘅，因為上半場呢，卡塔尼亞有一個詐糊呢就被判越位，其實冇越位嘅，但係下半場呢，就祖雲達斯有嗰個波涉嫌呢，其實應該係有越位嘅，反而嗰個波就算數。咁當然啦，呢樣嘢我就覺得你點樣拗都無從稽考噶啦。咁但係有一樣嘢係真嘅，就係祖雲達斯嗰場波打算對板啦，成場波作下情況係有19次射門嘅，而且有9次中籠嘅命中率相當高啊。相對嚟講咧，就卡塔尼亞就冇9次起腳冇一次中籠。喂，會唔會球半都讓得起咧？呢場波你覺得？其實都應該就係讓得起嘅，因為你見博洛尼亞咧，今年最大問題咧，唔係佢中場線嘅問題，係中場線有足夠嘅輸送同支配之下咧，前鋒線入唔到波。前鋒線可以話今年阿基拿甸奴就比較難以係點講咧，單天保至尊。係啊，今年都唔差，入咗5球，但係最弊問題佢一唔入咪冇人入咯，唔識入波。係啊，所以你話見到其實卡里即係博洛尼亞表現就並非想象中咁差，對住國際米蘭甚至作客去到科倫天拿，作客對卡利亞里都係有唔少射門，但係真係啦。當即係基拿甸奴嘅狀態不穩之下呢，就3場波，縱使有射門都冇入波，就全部輸晒。係啊，最慘就算我俾你加埋個迪亞文迪啦，其實真係正所謂雙拳就難敵4手啊，係咪先？對祖雲達斯一隊咁充裕嘅軍容嘅球隊，檔次合作性咁強嘅球隊，我真係覺得未怕過你嗱。不過當然要留意一樣嘢呢，就係祖雲達斯呢將會喺嚟緊嘅週日呢，就即係週末啦，就對住國際米蘭。有一場都叫做前列嘅大戰，咁究竟祖雲達斯會唔會有1-0政策呢？嗱，呢樣大家真係要小心啦。不過當然我自己覺得，以正常嚟講，博尼亞想要輸少啲都難啊！即係如果呢場波祖雲達斯隨時唔係，不過有一個政策啱嘅。祖雲達斯咧，我見過佢咧，嗱臨就希望上半場了結咗你先嘅，集咁入你2-3球，等你翻唔到身。嗱，所以隨時頭20-30分鐘，隨時已經有1-2球嘅交易都未定啊！即係祖雲達斯咧，今年嘅主場就從來都未試過贏2球以下咧，係啊，2-0贏帕爾馬，2-0贏拿波利都贏2-0啦，係咪先？4-1贏羅伯，2-0贏拿波利，場主場都贏2至3球，所以呢場波祖雲達斯應該仲未斷纜，應該 OK 嘅。好，跟住睇下拉素又如何啦？拉素就慘啦，拉素啱啱嗰場波咧就輸俾費倫天拿，嗱輸都唔緊要啊，最慘中場2名主力紅牌被逐，先有列迪斯馬2黃1紅，再有巴西中場香蘭尼斯又係紅牌被逐，咁啊最終輸波啦，輸完波仲要咧有2名球員要停賽，咁對於近期嚟講，拉素呢就可謂雪上加霜，因為其實我都講過啦，拉素呢班波要雙線作戰情況下比較吃力嘅，咁最終呢近期嚟講近2場未贏過啦，咁啊亦都有少影響咗佢哋成績。咁啊至於拖連奴方面啦，就呢班波亦都係成績相當曳啦，近4場未贏過，2和2負啫。嗱，仲要主場都贏唔到波，即係主場只係即係叫做一場友誼賽和列即卡，我真係幾好笑，見到即係啲友誼賽呢，即係叫入到波啦，但係其實佢近3場聯賽入唔到波，只係入咗1球波咋。嗱，作客和巴勒莫啦，主場就0-1輸俾卡里亞利，同埋1-3輸俾帕爾馬，想點先呢班波？即係所以話呢一隊波咧係即係對住比較勁少少嘅球隊都唔識入波啦，即係對國米唔識入波啊，主場對國米烏丁尼斯都唔識入波，甚至你話對住巴勒莫啊。作客去到都唔識入波，拖連奴最大問題就係入波就比較少。係啊，咁相反拉素咧，我少少擔憂就係雖然本身拉素嘅功力就唔差嘅，但冇咗2名主力之下咧，呢場波嘅功力都有少少成疑問啊。所以我覺得拖連奴就未必入波，拉素亦都未必大炒對手之下咧，我就齋買呢個半球1球上盤算啦，入球大細我就唔掂。都。叫做如果就要照捧咧，都係捧拉素嘅主場情況下，咁就不過入球大細都係幾難捉嘅，因為其實你又好難捉摸到究竟拖連奴係點嘅，因為佢可以隨時好似倒水咁，主場1-3輸俾帕爾馬咁樣。縱使拉素係有部分副選球員，即係尤其是中場2位球員停賽，我亦都覺得喺點樣稱之下，都係喺拖連奴嘅即係實力以上。所以呢場波好似係集賽天奴話齋，要捧就捧個上盤嘅啫。我覺得大細就唔好搞住啦。係啊，同埋因為雙線作戰情況下啦，同埋上一仗有2個球員嘅紅牌被逐。始
始終都有影響嘅。即係甚至對面拖連奴都有佢阿中場球員拿辛尼都要停賽啊！即係大家都有中場球員係要停賽嘅。好啊，咁啊呢場波，不過我都係啦。如果你問我呢場波我寧願少注算啦，即係都係信心唔算最大嘅。我覺得呢場波又會唔會好啲咧？就係話帕爾馬主場出戰羅馬，羅馬呢班波真係幾抵讚嘅。硬係開個大俾你，又主場又唔贏，好嘢，先領先2球，哇！諗住打得好，我真係睇，我全場睇晒，相當好嘅開頭嗰30分鐘，好啦，但係過咗20幾30分鐘之後，完全唔對版啊！個防線呢係好似倒水咁樣，咁再者咧，其實唔係冇機會啊！呢場波佢哋其實好多機會，尤其是下半場和咗2-2之後，哇！接連有3-4次入波機會，就係把握唔到，你都冇辦法。咁所以變咗咧，真係最終連臨尾仲要輸埋波添。即係對面帕爾馬啦，其實大家唔知係咪睇到啲盤呢？呢條雙頭馬車嘅戰爭呢，其實大家都預咗入球大嘅，所以呢個帕爾馬對羅馬初盤入球大都已經做3球3球半。嗱，羅馬成日開大就肥蘇講咗介紹咗，就我唔使再講啦。帕爾馬呢一隊波亦都成日都開大。係啊，都係。嗱，你話近2場對住拖連奴同森多利亞都分別贏3-1、2-1，就算輸俾卡坦尼亞作客輸2-0嗰場波呢，帕爾馬就好彩就有紅牌。即係後防就有人被趕就紅牌就拜拜，但係呢隊波仍然係射門次數控球都比對手卡坦尼亞好嘅，咁可能礙於即係打少一個之下呢，就把握唔到，咁結果就輸2-0。但係你見到帕爾馬呢一隊波呢，咩情況之下都係同你係鬥攻嘅，不過咁嘅情況之下3球3球半嘅大都可以試下。可以，佢有一度好噶，即係帕爾馬呢，你話除咗頭先集賽天奴所講對住卡坦尼亞嗰場，同埋作客祖雲達斯嗰場之外呢。佢即係輸之外咧，佢場場都有波入㗎，即係佢就算贏輸都好咧，佢起碼都入1至2球。咁呢樣嘢就係一個好現象啦。對住羅馬咁嘅後防，我真係覺得以帕爾馬主場嘅威力，應該起碼入到1至2球。即係當然羅馬嘅功力都唔會弱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場波咧，我都係嗰句啦，即係勝負就唔好搞啦。又係即係羅馬呢班波，你又難保作下羅馬作下贏㗎喎。佢好似大家記得啦，上個禮拜打得相當好，又贏咗呢個熱拿亞啦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呢場波啦。唉，真係簡單啲啦，追住羅馬個大嚟玩算啦。冇錯。好，跟住睇下呢個烏甸尼斯對住卡丹尼亞又如何？嗱，烏甸呢班波咧，我可以形容咧就係話上一仗之贏呢個羅馬咧。可以話佢有少少運數，但係其實有一樣嘢係真嘅，喺個戰術方面呢，完全係揼揼冚係食住羅馬，即係羅馬大家都知啊，主攻型啦，個後防線推得上啦。相反烏甸尼斯呢，突擊型球隊嚟嘅，所以呢，正呢諗住佢劣勢之下呢，哇臨尾都能夠贏波。咁啊當然啦，迪拿達利梅開二度，咁球隊就梗係有成績啦。即係不過個問題又喺呢度啦。究竟迪拿達利唔識入波嘅時候，呢隊球隊又如何呢？係嘛？呢個球隊如何呢？我就先睇下對面卡塔尼亞啦。呢場波我就信心係幾大嘅，因為我先不論烏甸尼斯喺迪拿達利冇咗之下嘅影響，卡塔尼亞呢一隊波即係名副其實係賭主啊！係啊，5場作客輸咗4場，就算係贏波，即係唔係贏唔輸波嗰場就2-2和羅馬呢。啱我哋都講咗啦。今年羅馬主場差，作客強嘅，所以你作客和羅馬都唔係咩驕人嘅成績，但相反你話卡塔尼亞。作客就俾國米炒你2-0，俾費倫天拿炒你2-0，甚至輸俾博洛尼亞4-0，咁嘅作客成績冇理由唔買主隊烏甸尼斯。應該係嘅，即係如果睇翻烏甸尼斯個狀態都唔太差嘅，雖然個後防尤其是一開始比較疏失啦，先失2個波，但係如果你睇翻佢近期成績咧，佢都 OK， 我覺得算有交代啦。1-2輸俾拿波里都冇說話好講啦。咁另外歐霸杯就各勝一場啦，但係喺聯賽都有主場贏過呢個佩斯卡拉嘅。打少過添，係啊，仲打少過啦。咁其實即係起碼一樣嘢嘅，即係烏甸尼斯咧喺主場嘅成績咧都有翻一定嘅保證，曾經2-1贏過 AC 米蘭添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呢場波就簡單啲啦。呢場波我都係中意，同阿集賽天奴一樣，都係捧翻烏甸，純粹係起碼烏甸有交代嘅贏波，仲有卡坦尼亞作客渣啊嘛，呢樣嘢先係最重要嘛。呢場波就信卡坦尼亞作客真係差，一於就買烏甸尼斯讓半球嘅主隊上盤。好啦，講完意甲賽事，跟住去到咧英聯杯。嗱呢一場真係我諗住咧唔可以唔講嘅，即係我用一首詩，即係或者一對聯嚟形容啦。呢場波嘅賽前就係黑哨年年有，今年特別多，係咪咁樣？可能下年就更加多。
因為只要曼聯呢啲人成日話，即係話曼聯嘅情況佢喺度咧黑哨就特別多，尤其是即係今年即係我唔係話針對曼聯，但係有好多賽事啊懷有黑哨嘅賽事咧，曼聯都係涉名有份，即係例如曼聯作客2-1贏利物浦啦，甚至你話啱啱喺聯賽作客3-2贏車路士，其實曼聯都係有即係啲人話有黑哨去眷顧呢個曼聯，咁甚至話雲佩斯嗰個唔追究啦。即係你見到其實今年曼聯都係算係即係幾好彩啊！唔係呢場係嗰場啱啱周日嗰場嘅聯賽就特別離譜添啦，因為其實嗰場波咧就好得意嘅，即係曼聯一開波作下情況下咧對住車路士就先入2球嘅，即係佢即係車路士嗰個後防線都未穩陣啦，仲喺度發緊夢啦。咁曼聯入咗2-0係好正常，咁但係及後企穩咗咧，車路士係撳住嚟打，成場撳住嚟打噶，所以成2-2平手，諗住有機會贏噶啦。咁當然佢第一個紅牌咧就200%係要趕噶啦，嗰球波艾雲諾維咧係單刀掃低對方，然後拉低對方，然後紅牌。但係跟住5分鐘後咧，托利斯嗰個2黃1紅真係匪夷所思，個球證企喺個距離係10碼之內嘅，係喺佢後邊睇得好清楚，佢係被踢低咗嘅，即係kick低咗嘅。相反係俾個黃牌托利斯，即係我真係匪夷所思。我仍咧覺得咧形容呢場波咧係有被強姦嘅感覺，車路士。呢場波當然我個人感覺就唔係太大啦，因為呢場波我就淨係買咗大波，但好多係買咗車路士嘅朋友咧都話，唉，托利斯嗰球真係完全黑哨啦，即係受害者就反而俾人受罰，kick人嗰個咧就反而冇事喎。係啊，咁但係你又點睇呢場波咧？會嗱，我預期啦，即係如果你問我咧。呢場波兩隊都會出部分副選噶啦，尤其是曼聯更甚啦，因為佢哋周末周日咧就周六啊，即係佢哋要主場對阿仙奴啦，另外下個禮拜仲有歐聯啦，咁啊跟尾啦，咁所以呢場波咧，我預期都會派部分副選嘅。即係呢場波話仇人見面就分外眼紅啦，即係不論雙方係咪派半副選，當然即係喺聯賽杯嘅習慣啦。車路士啊、曼聯呢啲咁嘅強隊咧，都會派唔少後備兵去上陣嘅。咁呢場波你見到近5場雙方對戰都開大，曼聯就連開8場大，車路士就連開7場大，所以呢場波冇理由唔買入球大啦。都係啊，我都係唔理佢贏輸啦，都係入球大比較簡單啲同埋直接啲啦。費事興啦，又話唔知有冇黑哨、白哨、綠哨、黃哨，係咪細哨係咪？咁啊入球大啦！呢場聯賽杯選擇，我覺得大戰嚟講，同埋兩邊嘅後防都存在好多問題，尤其是副選更甚添啊，係咪先？所以就簡單啲啦。呢場英聯杯入球大，咁啊又睇下姑且睇下黑哨會唔會又出現翻，繼續出現啦，係嘛？今次眷顧車路士都唔定咯。你唔好理佢眷唔眷顧啦，入球大咪最好咯，代代平安啊！最好黑多啲添，最好出呢個12碼添，喺投注角度就係咁啊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，哇！眨眼咧，今日贏波攻略時間差唔多，希望今日幾場重心嘅，尤其是啦國際米蘭啦、祖雲達斯啦，同埋呢場嘅入球大咧，希望幫到大家啦。咁啊，當然聽日繼續有贏波攻略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當然唔好唔記得想煲無十八當咧，睇下我哋其他嘅拍檔名家嘅推介啦。語音半場分析嚟緊，仲有啲新嘢俾大家睇啊！好多謝大家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